老闆，你俾個御龍居而家有件靚盤介紹俾你。今日同你介紹一間一座低層醫室，單位實用面積761尺，係一個套3房單位，兼且仲有工人房噃。單位雖然低層，但望出去咧係見唔到馬路，所以零舍清靜㗎。而且景觀一啲都唔差，望到球場景。呢個客飯廳有啲鑽石型，不過面積唔細啊，有200鬆啲尺。裏邊嘅主人房有100尺，係套房嚟嘅，兼且有個大角窗，採光效果相當唔錯。其餘2間房亦相當實用，方方正正。細房56尺，另一間有66尺。廚房方方正正，夠晒闊落，而裏邊仲有個地方可以做工人房。我咁好介紹，你睇樓冇理由唔揾我㗎。我係九龍豪宅姚展章，我電話902-566-9026-6666。好啦，老闆，下次見啦。